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聖經故事，關於一個叫約伯嘅人。佢原本好有錢，有好多牛羊同僕人，又有10個仔女，一家人好開心。最緊要嘅係，約伯好敬畏天主，從冇做過壞事。但係撒旦就同天主講：約伯敬畏你，只係因為你保護佢。如果佢遇到災難，一定會咒罵你。天主准許撒旦考驗約伯，但唔准傷害佢嘅性命。結果一日之內，約伯嘅牛羊俾強盜搶晒，僕人被殺。最慘嘅係大風吹塌屋企，10個仔女全部壓死。約伯好傷心，但佢仍然話：上主賞賜，上主收回，願上主嘅名受讚美。之後撒旦再攻擊佢，令佢全身生滿毒瘡，要用瓦片刮身。約伯太太都忍唔住話：你不如詛咒天主，死咗算啦。但約伯拒絕。約伯嘅3個好朋友嚟慰問佢，但佢哋不停話：你一定係做錯事，天主先罰你，快啲認錯啦。約伯覺得好委屈，因為佢真係冇做錯。佢不斷向天主問點解。跟住有個後生仔厄里烏出現，佢話3位朋友講得太死板，又提醒約伯唔好太自以為義。不過厄里烏都解釋唔到苦難嘅真正原因。最後天主喺旋風之中向約伯講話，但天主冇直接答佢點解受苦，反而帶佢睇宇宙同大自然，問佢：我創造天地嘅時候，你喺邊度？你知道海洋嘅邊界嗎？你識得餵飽獅子嗎？約伯聽完，明白人嘅智慧好有限，宇宙有好多奧秘佢哋唔明白。於是我哋嘅約伯謙卑落嚟，話：我以前只係聽過你，而家親眼見到你。佢重申信靠天主。結局係點？天主責備咗3位朋友，叫佢哋請約伯為佢哋祈禱，而天主賜福約伯，俾翻佢雙倍嘅財富，又賜佢10個仔女。之後約伯活到好老好老，見到4代子孫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好人都有可能遇到唔好嘅事。當我哋遇到解釋唔到嘅苦難，唔使夾硬揾原因，最重要嘅係喺有限嘅智慧入面，繼續相信天主嘅安排，保持謙卑同信心。希望小朋友同大朋友都中意呢個故事，從中揾到力量。